啟德體育園嘅進化盛宴，秉留回歸同港娛圈層嘅狂歡。隔咗20年先重新啟動嘅謝霆鋒進化演唱會，以香港啟德體育園做舞台，一啲咁就點燃咗華語樂壇啦。呢場使咗2000萬港幣嘅視聽盛宴，由北京奧運開幕式團隊 STUFISH 設計，個巨型機械球體從天而降，全息蝴蝶跟住玉蝴蝶嘅旋律盤旋，中國風嘅潑墨特效同埋謝霆鋒飛起嘅畫面組成咗個視覺奇觀。第一場4.3萬張門票眨眼間就賣晒，黃牛票炒到成17萬蚊咁天價，連謝霆鋒嘅媽媽狄波拉都要託人情先搶到後排嘅座位。呢啲就足以證明呢場演出早就超越咗音樂嘅範疇，變成咗全民都喺度熱議嘅文化事件啦。英皇娛樂成班人都出嚟啦，楊受成帶住容祖兒、蔡卓妍等30幾個藝人組成咗港娛天花板嘅應援團。TVB 同 DTV 兩大陣營好少見咁同腔，陳奕迅好投入咁跟住唱，張家輝全程都好痴迷，陳偉霆仲化身成氣氛組組長嘅最聲名場面，呢啲都反映出謝霆鋒喺圈入面超然嘅地位。呢場俾網友戲稱為港版春晚嘅盛會，其實實質上就係謝霆鋒20年嘅人脈積累集中爆發，從叛逆偶像到商業巨擘，佢早就蛻變成咗串聯起港娛新舊勢力嘅紐帶鬧。玉蝴蝶嘅時空密碼，風飛戀23年嘅暗線再次點燃。當玉蝴蝶前奏響起嗰陣，現場4萬人都屏住呼吸。呢首歌唔單止係謝霆鋒2001年橫掃4大頒獎禮嘅創作巔峰，仲係同王菲世紀牽手嘅定情印記。舞台上嘅佢輕輕撫摸住傷陷咗星月菩提碎片嘅吉他，將王菲早年哼唱嘅旋律融入到間奏入面，巨型 LED 同步播放佢哋兩個跨越23年嘅擁吻畫面。呢個時候嘅謝霆鋒唔再係米芝蓮大廚或者特效公司老闆，而係回歸到純粹嘅音樂赤子。VIP 包廂入面嘅王菲，住黑衣戴住口罩都遮唔住佢迷妹嘅本質，跟住節奏晃動嘅身體，緊盯住舞台嘅眼神，用手機記錄玉蝴蝶嘅瞬間，同謝霆鋒轉身抹眼淚嘅動作形成咗隱蔽嘅呼應。呢種唔孤酸但係處處都系統嘅互動模式，正正就係風飛戀嘅獨特注解。2000年喺咖啡館用吻俾人拍到嘅時候坦然牽手，2014年復合之後喺機場整理圍巾嘅細膩，到而家包廂隔空傳情，一直都係淺行愛情需要表演嘅哲學。前任嘅沉默博弈，張柏芝嘅隱形反擊。當謝霆鋒喺舞台上掀起情感風暴嗰陣，張柏芝嘅社交平台卻出奇地平靜。呢位曾經同佢一齊經歷過頂包案風波，仲生咗2個仔嘅前妻，選擇用缺席嘅在場嚟完成隔空對話。演唱會期間晒出帶住細仔去衝浪嘅視頻，健康嘅膚色同燦爛嘅笑容組成咗無聲嘅宣言：我嘅幸福唔使依附係你嘅光環。呢種克制嘅應對策略，正正就係佢經歷咗咁多風波之後嘅生存智慧。唔單止避免咗俾媒體消費，仲以獨立母親嘅形象贏得咗公眾嘅好感。好值得玩味嘅係，張柏芝3胎生父嘅傳聞一直都冇停過，而謝霆鋒係愛最大環節同王嘉爾隔空呼籲環保，俾人解讀成係對父親身份爭議嘅間接回應。呢場冇硝煙嘅較量，其實就係2種人生選擇嘅鏡像，一邊係鎂光燈下重構情感敘事，另一邊係生活嘅瑣碎入面書寫自我救贖。情感進化論，從少年叛逆到中年和解，謝霆鋒嘅舞台表現簡直就係情感進化嘅具體呈現，連住唱31首歌都唔換衫，黑色 T 恤配吉他嘅極簡主義，就好似佢對感情嘅態度咁，剝離咗浮華之後嘅本真。當44歲嘅佢嘶吼住活住 Viva 從高台跳落嚟，嗰啲砸吉他撞車嘅青春躁動，已經沉澱成對音樂純粹性嘅堅守。呢種蛻變反映咗情感觀嘅成熟，同王菲只戀愛唔結婚嘅非傳統模式，其實實質上就係拒絕世俗嘅規訓。媽媽狄波拉嘅反應就係最佳注解，73歲高齡全程企住跟住唱。彩色外套下嘅少女心同謝賢嘅缺席形成咗好有戲劇性嘅對照，家族3代嘅情感糾葛喺呢個時候達成咗奇妙嘅和解。謝霆鋒用舞台完成咗對父母離異嘅藝術救贖，而狄波拉嘅眼淚
又何嘗唔係對孖仔終於超越原生家庭創傷嘅欣慰呢？輿論場嘅裂變、懷舊經濟同價值重構，呢場演唱會引發嘅現象級討論，其實就係集體記憶同崩敗價值觀嘅碰撞。80後喺度揾返謝謝你嘅愛1999嘅青春印記，90後好驚訝謝霆鋒跨界好犀利嘅車降人生，00後就通過 AI 生成嘅動漫應援圖參與呢場懷舊狂歡。當玉蝴蝶考古級浪漫登上熱搜榜首，反映出嘅正正就係Z世代對問愛情嘅隱蔽向往，係快餐式戀愛嘅時代。風飛23年婚合嘅歷史反而變成咗情感烏托邦，而黃牛市場嘅瘋狂同謝霆鋒實名制加場自己掏腰包送門票嘅反擊，就暴露咗文娛產業嘅深層矛盾。喺呢場博弈入面，謝霆鋒用掀台嘅姿態重構藝人粉絲嘅關係。佢商業嗅覺同人民關懷嘅平衡，或者會為行業樹立一個新嘅範式，係進化中揾到永恆。當啟德體育園嘅燈光慢慢暗落嚟，謝霆鋒嘅進化敘事已經超越咗個人嘅範疇。佢係講如黃金時代嘅活化石，係中年逆襲嘅範本，仲係情感自主嘅實踐者。王菲係包廂嘅凝視同張柏芝係海浪中嘅笑聲，就好似硬幣嘅兩面咁。一齊鑄就咗呢場演唱會嘅深層意義，真正嘅進化，從嚟唔係聚光燈下嘅完美表演，而係面對生命嘅殘缺時鬆容咁歌唱，或者就好似玉蝴蝶唱嘅咁，若是要細水可以變長流，就像等它長出鐵手，無法再分手。時間終究會為所有嘅愛恨寫下溫柔嘅注解。